以赛亚书第10章，惨啊！遐会制定不义的法律，写判决书去压我的子民的人，令剥削善请人的权益，剥夺困苦人应有的公正，将官府做恁的拿物，孤儿做恁的战利品。伫审判的日，灾难对遥远的所在来的时，恁要安怎？恁要对啥人求帮赞？恁的财富要留互啥人？恁只有屈伫俘虏中间，还是受杀害倒伫尸体中？虽然是安尼，上主的受气也未煞，伊的手还伸长长要处罚恁。亚述王做上帝的器躯，惨啊！亚述，我受气的棍，我手中所举受气的拐，我命令伊去对付无法无天的国民，派伊去攻击我所痛恨的人民，抢因的战利品，夺因抢夺的物，搁吞大因，亲像跌入街路的路孤迷。毋过，这毋是亚述的计划，伊的目的毋是简单安尼，伊存心要毁灭搁较侪的国家。伊夸口讲，我的指挥官逐个拢是将才，我有征服加力罗，嘛有征服加基米斯，我有征服哈马，嘛有征服阿尼伯，我有征服撒玛利亚，嘛有征服大马士革。我的手已经伸到拜偶像的国家，因的偶像比耶路撒冷甲撒玛利亚的偶像较侪。我竟毋免对付耶路撒冷甲伊的偶像，亲像我有对付撒玛利亚甲伊的偶像。自伫锡安山甲耶路撒冷完成伊要做一切的工作了后，要处罚自高自大的亚述王甲伊的骄傲，因为伊讲，我靠家己的气力甲智慧完成这个事，因为我真有本事，我有划除国甲国之间的境界，抢夺因的财宝，我亲像勇士制服君王。我的手有掠着人的财富，若得摕鸟仔收，我得着全地，亲像捡着流落来的鸟仔卵。袂有鸟仔撇食甲我吓惊，嘛无鸟仔开喙啾啾叫反抗。捕头兼通对用伊彻查的人夸口，牛仔兼通等伊比拖牛仔的较敖。是人得用君仔，毋是君仔得用人。所以，至关上主万军的统帅，要互勇壮的人变甲消散落肉，要点火甲因的荣华烧掉。迄时，以色列的光会变做火，伊神圣的上帝变做火焰。伫一日内，甲亲像刺皮甲野草的亚述王消灭。伊无声的树林甲珍肥的田园会脱底受毁坏，亲像病人衰弱死去消失。树林内剩落来的树真少，连囡仔都袂晓算，无几个会倒转来。伫迄日，以色列所剩的子民，雅各的后代死无了的人，袂阁去倚靠攻击因的人。因要坚定倚靠上主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雅各的后代所剩的人会倒转去大权能的上帝遐。虽然你的子民以色列亲像海边的沙遐多，因中间只有剩几个仔会转来。毁灭的事已经决定，因为上主大大施行公义。安尼，至关上主万军的统帅照伊所决定，要彻底毁坏全地。上主要刑罚亚述，至关上主万军的统帅确实有安尼讲：住伫锡安我的子民啊，虽然亚述用管甲恁拍，亲像埃及用棍甲恁讲，恁毋免惊，因为我对恁的受气连边袂煞。我的受气是要互亚述灭亡。后来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会举伊的鞭述因，亲像伊伫俄立的石盘鞭拍米田，伊要存伊的管仔伫海的顶面，亲像伊伫埃及有安尼做。伫迄日，
亚述下个重担要对恁的镜头刷走，下伫恁暗棍的担要降断。侵略者进攻，亚述攻占埃城，经过米基伦，下补给品伫密抹，因经过隘口，伫加巴过暝，拉玛人皮皮带，扫罗故乡的基比亚人逃走，加林的居民啊，着大声发；来煞人啊，着听；阿那突人啊，着应答；马德比那人逃走，基边的居民逃命。迄日，亚述王画伫那边停得排阵，伊要动手攻击锡安山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山。看咧，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要用通行的力量挫断树枝，大樟树画树斩断，草各样的树拢画倒甲边边。伊要用斧头挫边树林，连黎巴嫩上好的树都倒了了。